成語一鳴驚人。解釋：比喻做事或者說話，一次就有非常好的成績和表現。出處《史記滑稽列傳》。此鳥不飛則已，一飛沖天；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故事：戰國時，齊國的名人淳于順非常幽默。當時的威王原本是有才智的人，卻沉溺於享樂，不理國事，使得別國都來侵犯。眼看齊國已經非常危險，淳于順就勸威王說：大王，齊國有一隻大鳥，住在皇宮裏3年了，它不飛也不叫，請問大王，這是什麼鳥？威王聽了，知道淳于順是在說自己，便說：這隻大鳥啊，只是不飛而已，一飛起嚟就會直衝上天空，不鳴叫而已。一旦鳴叫，就會驚動到很多人。從此，威王不再貪圖享樂，專心於國政。很快的，全國人民又振作起嚟，別國也不敢再來侵犯了。